这里大家这种相聚，以这种方式进行交流分享，一杯茶，一个饺子，还有我们云南的菌子，当然应该算美国的菌子了。美国的菌子，本土化，对，其实很多世界的东西，其实也源于可能某一个地方，然后呢，在这里可能就有一个新的生根发芽。像您说的落地生根，人的思维，我觉得应该是要跟着不同的节奏来变化。那么传统，我们觉得落叶归根，我觉得今天很受启发，落地生根，有一个新的开启，一个新的打开自己的一句话，可能会有很多点。对。所以，因为以前的话呢，我们不说是去国外，或者去美国这么远的地方，那我们去到别的一个部落也感觉很远。我们说江西南北，在中文里面是这样说的。它就是这个一个南北，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可能是他们的整个世界。我小时候呢，我从石渠去到石达，就是在我妈妈的这个心里面觉得她就已经在挺外的一个地方一样。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一切都在这个变化的一个状态，而且也是我们说的地球村。其实呢，我觉得无论是在哪里都是差不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说的美国，就是美国本身都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来到这里居住，一起就是发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这个一个社会。所以呢，其实我们到这里的时候，肯定要按照这边的一个步骤。但是这个呢，也是不代表你不要这个继续传承传统文化啊，自己的一些思想啊、价值观啊。当然，很多的传统都是智慧，这些智慧是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这个你继续拥有的。同时就是你说的一样的，就是完全要你人在哪里，你要融入在这个环境和社会文化的话呢，就是对你来讲的话呢，非常有好处。实际上不应该自己就是排在外面，或者有点格格不入的这样。是，我觉得突然就觉得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就觉得人就踏实了。对。就真正的落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发展，对，或者是一个新的努力的方向。对，是的。所以要感谢师兄给我们的启发，感谢堪布给我们的开示，很多点，对吧？那师父要提一个问题，释迦牟尼佛这种智慧的甘露，这种佛法殊胜的教义，怎么样让更多的现代人、年轻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途径来学习，然后把这个佛法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然后减少我们的痛苦和烦恼？其实我们在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很多的佛经的时候，佛经里面用的比喻啊，就是佛法当时这个产生的整个的环境啊，佛陀当时传法的对象本来就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所以很多佛法的内容就是本身就是属于那个人那个时候的社会上的各种的问题要解决，所以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说了这样的一个法，对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主要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佛法，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如果你觉得在有些这个电影的场景里面看到一个和尚在佛像前面，然后就是那个面壁的那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敲木鱼，你在你的印象当中佛教就是这样，那其实对你是帮助不大的，因为你不是那个人，你不是要过这样的生活，对吧？所以反过来，这是一个佛教的其中一个或者另一个
领域的佛法的修行的方式，可以这么说。但是佛法本身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个慈悲和智慧这个理念。释迦牟尼佛的核心的教法就是慈悲和智慧，知道吗？所以这个慈悲和智慧呢，比如说现在 AI 发展的那么的这个，变成我们人类有点开始担忧这个他们未来的发展。那个时候我也上次跟有一些学者有做过这方面的一些交流，他们说如果 AI 将来就是不要害到人类的话呢，假设这个 AI 能够拥有慈悲心，那就不会害人。假设控制 AI 和发展那个专门开发这个 AI 的人，他们有慈悲心，也是一样的一个效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呢，只有智慧也是可能是就是不一定是不会害到人类的。所以其实慈悲心是一切我们现在的唯一的可能是这个地球会不会灭亡，我觉得是有时候在看我们有没有人类能不能有足够的慈悲心。但释迦牟尼佛的核心的教法就是慈悲心。我觉得这个理念，你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没有关系。你就是头发染头发，然后穿的非常那种短的一个这个裙子，然后就是这个去卡拉 OK， 都其实是宗喀仁波切经常说是没有关系。你心里面只有慈悲和智慧的话呢，你是合格的佛教徒。你心里没有慈悲心和智慧心的话，你天天在庙里面拜佛烧香，也其实是人天福报登道，就登多就是这样的，不是一个具有出离心的真正的佛法，知道吗？所以这个佛法的真正的佛法是主要是慈悲和智慧，尊者也是经常这样说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两个的话呢，我们说那你认不认同慈悲心？当然认同啊。你认不认同真正的智慧？当然认同啊。这两个能不能帮助到你的人生？当然了。所以呢，我觉得先呢，我们怎么让他人认识到真正的这个佛法，这个是也是年轻人能不能接受这个佛法的一个方法。再加上以个别来讲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是要介绍佛法的话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有老年痴呆。但是如果你愿意持咒，天天念阿弥陀佛，你人生有另一个目标的时候，不会有老人痴呆的。我们以前有一个朋友叫做南王陈理，就是有个法国人，他的藏文非常流利，我跟他做过很多的这个访谈。他以前是在寺院里面学过藏人的那个方式的这种天文学啊、卜卦啊等等。后来呢，以寺院的这个名义去国外，然后他接触很多的人，他们都是这个年纪大的人，他们的心里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痛苦，然后就是，而且后来发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呢，也就是要像自杀的那样的一个倾向，甚至他也知道那个地方的很多的老人呢，就是有自杀。我相信美国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从小到大，现在目前为止，我已经是40多岁了，我从来没听过一个西藏的老人家自杀的一个案例。我不代表没有，但是我没有听过。当时他也说，他在达兰萨拉和还有其实印度和尼泊尔、不丹的藏人当中，他看到那些老人都过得那么的开心，他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他说知道这是佛法的力量。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语言专家，他会懂应该是几十个语言，藏语里面还有拉达、不丹、堪巴、安多的方言都懂。我上次跟他做一个访谈，我现在突然就忘记了他的名字了。他懂乌克兰，他懂法国、英国，全部都懂。我跟他做访谈的时候，他在南美洲的一个山上，他说在堪布，我在这个附近的那个村民跟藏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像，他用这种方式跟我交流，知道吗？我跟他说你跟藏人怎么接触？他也是现在学佛，他现在年纪应该7、8岁，他改革开放刚刚那个80年代都去拉萨，还有个这个中国政府也有过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合作的，他是那种专家。
但是我跟他说是，你跟藏人接触的时候，你看到让你最感动的是什么？他说什么呢？他看到世界各地的藏人，就算是很多的经历过的那些难民，全部都是天天在一种开心和快乐的状态。他说全世界他没有看过这样的。他说这个他觉得是佛法和西藏的文化的一个力量。这个视频还在，你们都看不懂，但是他看懂这个藏文，我们是用藏文交流的，在我们的频道上面有。所以你看，这就是谁不需要？现在他那个叫什么？上次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澳洲的70%的老年人有老人痴呆，这是一个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了。你看这种情况，难道不需要佛法吗？还有年轻人当中，我住在现在这个悉尼的比较不错的一个区域，那边的很多的父母都是条件很好，孩子都是像你们一样的，都是专门是父母或者一个人，然后就是提供最好的一个教育和这个环境在那边。但是对不起，学校里面的大部分的好的学校的孩子都有心理问题，都要去看那个叫什么心理的这个医生。对，而且在美国很多的小孩吃药。是这样。藏人有这样吗？我们小时候有吗？越南有吗？没有嘛。然后尤其是呢，我们藏人的那些年轻的小喇嘛们，他们也健康啊，他们要天天在念经朗读。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心理疾病的小喇嘛，知道吗？对，这非常。几百个、几千个在一起也没有看过啊。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所以对他们有没有用？有用。上次有些人是他看心理医生呢，1个小时要100多、几百块美金后。那我们在佛堂里面，你学入菩萨行论呢，就是拜托你来，还是要这样，但是你们不来了。入行论，比如说安忍品，那么好的安忍品，一个法师在讲的话，真的是最好的处理家庭问题的一个方案，就是安忍品，知道吗？啊。这个里面有引经据典的讲这个怎么修安忍，怎么理解对方彼此，这样的方式讲，所以非常科学、非常理性的一个教育。所以昨天我遇到一个人，他说以前本来觉得他学的是佛教，后来觉得是学了藏传佛教系统性的学习的时候，不是佛教是佛法。我觉得他讲的很不错。对，就通过学习安忍品，我就感觉你会站在别人角度去为别人去考虑，对，自他交换。所以呢，你看到这最好的就是总是忍不起，有时候是讲话非常直接，非常那种怎么说呢，一针见血，同时也非常直接，有点他非常大胆。他上次跟我们一起有一个访谈当中，忍不起说，佛法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会包装。也意思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更真正的介绍这个产品，他说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个产品，变成平均来讲的话，他说是这个基督教呢，当然他自己说的啊，当然是或者一些呢，他说他这个理性智慧去分析的话，这个知识是最难的一个思维，他就是这个行不通的，他的意思就是，但是呢，他说是所有人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市场做得好，说白了，知道吗？他们很会包装，很会介绍，很会推销，很会推荐。他佛法是最好的产品，但是我们不会推荐，所以没有人知道。所以呢，我们让很多人佛法的印象停留在这个，要不然烧香拜佛，要不然在交易的一个行为，要不然在和尚，你学佛好像一定要吃素，一定要剃头发，就是那种概念。那样的话呢，谁不会学呢？所以呢，我有时候就是你们今天的很好了。其实我真的是有时候我在道场里面一些学佛的人，自称是居士的，没有打扮，没有一点点的形象来的时候，我是不太认同这个做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带的是孩子，他带的是老公，他来的是大众场合。最起码基本的这些礼仪和基本的这个生活里面要的这个精神是他要有的。他以为我很虔诚，我不在乎这些，你可以不在乎这些，但是呢，终身在乎。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修32相80好，这是为了终身，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是我们佛教都要很有精神，而且谁也要持久。
自己做得好，家庭处理得好，事业处理得好呢，你有说服力。你刚刚说的一样的，你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是学佛，那个时候你说得通。你其他都做得不好，然后我说我在学佛，那这是脱离社会了，脱离生活了，所以别人会看不起的。你别人看不起，你可以不在乎，但是这个会成为他们看不起佛法了，那是变成问题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不要说现在我要来弘扬佛法、度化众生，先要反观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和我们日常的做法来说，怎么去根本上有一些真正的准备。就像今天你们要做茶文化，要分享茶叶可以，但是这个基本的一些功课、基本的准备、基本的该做的都要做好，对吧？才结果自然成。都没有了，你说是这个很好，现在谁拼得过啊，对吧？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好不好，在真正的在这个本质的它的价值上，也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回答就是培养我们的智慧心、慈悲心。对，我一个就是对老人来讲，对小朋友来讲，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各方面社会佛法是很需要的一个东西。我们要知道，让其他人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好东西，这个是有用的东西的话，大家自然会来抢这个东西的。对自己要以身作则。再加上呢，你自己呢要以身作则，要能不能从我们自己的身口意上面也能够体现出它的价值，那就更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这就是我的回答。对，谢谢，谢谢。教一下康布，因为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就很多人就像刚才康布说的焦虑，对吧？老年人老年痴呆，年轻人可以有年轻人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可能年轻的父母有就是事业上的压力，培养孩子方方面面的压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佛教的一些简单的常修？因为大家一听到常修，好像就是在那坐着在佛坛里四禅八定的打着双盘，这样闭着眼睛的常修。那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常修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就是心达到一个平静，然后这个烦恼减少的这种比较简易的一种常修的方法，看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你问的每个问题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84000个法门？因为有84000个客户的需求，知道啊？所以他要出84000个产品一样的，这样因材施教。对，因材施教。OK。对。所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最厉害的地方。所以呢，我上次有一个年轻人也是我的学生呢，他说是看不，我今天就是加班很累，怎么办？也没有办法。如果我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超自然的能力的话，我可以马上用我的神通改变它。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说，我也知道其他的一些说了也没有太大帮助的。我想到了，有一个叫朱木佳，有一个西藏的女孩子，她是很虔诚的一个修行人，她也是唱音乐的一个音乐人士，她现在在ยุโรป。我跟她上次做过一个访谈，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她说，你最成功的你做的这个制作的或者唱诵的音乐是什么？她说是绿度母。她说为什么呢？她从小她的妈妈就是不能就是生孩子有这种一些障碍吧啊，然后呢，她后来祈祷，她也是热贡，你的家乡那边的吧，然后呢就是所以他一直祈祷度母，后来真的怀孕了，有点像度母送给他的礼物一样。后来呢，他从怀孕到出生，每天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念度母心咒。所以妈妈完全相信他是度母送给他的一个礼物。所以呢，他自己也对度母非常有信心。所以呢，他当时唱的度母呢，听到所有人非常有帮助，西人就是你看他的这个 YouTube 的度母听的人应该有几百万人，就那种级别了。那我跟我的学生说，
直接发给他那个 YouTube 的链接说你现在听这个，然后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这个声音和杜牧的这个画面一起，这个状态当中你要放松，其他什么都不要做。他真的做了，他说是非常有效果的，他真的彻底放松的感觉，而且刚好他的电脑画面也给我拍给我看，也是放了一个杜牧，所以他本身对杜牧有兴趣的，再加上就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年轻人可以做到这个，这是一个音乐啊，你听这个音乐，闭上眼睛放松，什么都不要想，那个是谁都可以做到的。但是这样其实他因为很紧绷和一种很紧张的状态的时候，他彻底放松了，所以这个效果他看到的话呢，进一步他会愿意学佛或者这个修行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比如说你还可以有时间的，我可以跟你说，你念《金刚经》。我看他没有这个时间的话，你说念心经，连这个都没有，他不知道怎么念，那你念咒语、金刚萨埵的白真名。我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念，我说我马上把你哄，连这个都不会的话呢，我说我们阿拉巴登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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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有时候教小朋友说滴这一个字，他觉得好玩，可以没问题，一口气念完108，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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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是文殊菩萨的种子字。所以有时候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最跟他需要的方式去提供他这个方式。禅修也是一样的，就是一开始的话，你说叫放松再加上如果能够的话呢，专注呼吸，再能够做的话呢，就是做一点观想。观想不出来没关系，一年这个三宝，一年观音菩萨、杜牧就可以了。一年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心里就是强烈的一年念着这个本尊，而且就是一年他的功德，就这样可以，是吧？对，就是能不能就理解为把你的心，散乱的心收回来，放在一个对境上。可能这个对境是一杯茶，那我就，对不对？我就再把这个心放在这个对境上，或者是音乐，或者图像，或者比如说佛教徒释迦牟尼佛或者观音菩萨的这个佛像，就把心定在这个对境上，一心一意的放，先把这样现在安静下来。对，就我先安们初学静下来，安静下来，对，安静下来。最主要就是你就是要放松，对，放松，不要去想太多东西，然后就是不是善不是恶嘛，就是那么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出现其他的一些散乱或画面的时候，你说哦，这个本质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再看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其实是它的本质是空性的，或者无造作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也就是你不要造作，就是这个状态。专注在当下。对。好，谢谢康普开始。对，大家可以提问。对，以后我觉得如果是在这里，其实也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佛教徒，包括我们去放生也好，或者是去聚会也好，对吧？还有包括这里就是述经幡，在这里大家也做的功德，就在尔湾附近，对吧？对，那是佛学院，就是康部门发行在这边。国家公园就是有一个师兄把一个地建出来，他们在这里建一些佛塔，述经幡，对，都会参与一些。对对对，我们都会参与进去，而且其实也可以邀请更多的无论是男女老少，我觉得都可以邀请他们去参与，对吧？对。然后这些过程中，我们也都带着孩子去参与。再加上呢，这个细节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了，就是如果你们是比如说大师兄，我们不要说的大师兄，但是你们是修的比较久的一个，但是呢，刚刚来的时候呢，有些是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一定要很鼓励的态度，不要说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因为尤其是华人呢，很担心出错。对，不好意思，对，是不是我这个是不是不礼貌？那些顾虑是特别多。在这种环境下，你跟他说这个不行，那个是有罪，那个是有那个的时候呢，他不会有恶意的，但是他还是会紧张、害怕，会产生距离感。
是在生活中很多人说啊，你们佛教徒是不是要吃素啊？对，会有很多的功课啊，哦，不行，我不去。哇，我说这个康布来讲一些因果的，去听一下，哦，不行，那个要对，所以有时候那个要怎么有时候是那些大堪布曼的开始是对成熟的和对一些僧众和就是真正的，就像一个他讲给大学生听的了，他是讲给高中生听的了。那你这个讲课的那个内容发到那个幼儿园的那个小朋友们，对，所以说他们还是要有这种智慧心，要有这种。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真的有足够的身教方便。对，是的，这个。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愿意变成基督徒呢？像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有一些呢，这个传统有佛教背景的，他们愿意相信基督徒，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带他们到一个 party 的地方，让他一起唱歌跳舞，或者在一个地方一起办一个婚礼，有仪式感，就这么简单，不是他们的教理和内容来吸引他，所以他们我就这样很热闹。我们佛教徒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很阿弥陀佛。所以年轻人觉得无聊，尤其是仙宗这个方面，汉传佛教这个上面做的有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我跟先宗汉传的法师当面这样说过的，我是没有任何恶意嘛，所以我说，如果今天一个妈妈好不容易小朋友带到一个汉传的寺庙里，然后呢，妈妈和孩子一起要站3个小时阿弥陀佛的话呢，这个孩子再也不会进来这个佛堂了，知道吗？这是非常危险的，至少藏传佛教还会让他坐在椅子上，知道吗？比较好受一点。其实这是一个 example， 知道吗？比喻。我们的有些做法，我们觉得这是很虔诚的表现，但是其实是可能正在脱节真正的那些下一代和年轻的环境。所以这个是害人害己了，知道吗？所以主要是害了佛教，没有年轻，没有佛教。康普，您知道俄尔万这边有个教堂 Moriners Church， 他们每周礼拜的时候，外面有很多志愿者帮忙看孩子。孩子那边还有游戏区，可以玩滑梯啊。是的，我也去看过。我就说看看人家，学习一下人家的。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天天要去进饭，天天要在这个放生，很好。但是你周边的这个路上的真正的这些人，你忽略了。佛教是由欲来发展的，还是人来发展的，知道吗？当然是它是生命修行者，肯定没有任何错的。但是我们要同时要注意其他很多细节的。对，所以要有这种上巧的方便，善巧的方便，有这种智慧心，让更多的众生去结缘。对，对。太过形式主义的话呢，真的实质的东西就学不到。对。其实形式上过于注重在形式上，真的是损害了实质的东西了。比如像刚刚就是你讲了，很多基督教，很多都是给你方便嘛。一个母亲和一个家庭呢，他给你做很多方便，这是很小的事情，改变很多的这个对佛教的兴趣。比如你带着一个幼儿去那边，往外这个亲近的话也不放心，小孩子那边很无聊嘛。但是你这个很多，特别是礼拜六、礼拜天，一大堆这个家人去的话，有人看过这些小孩的话，那个效果也不一样了。对。所以呢，刚刚我看不觉得讲的这些了，我是有很深的这个感觉的。那个以前在这个台湾的时候呢，那个显教的那个里面太多的意识了。那你佛教其实是一个科学的东西呢，你在那边也不讲这个道理，你一直叫他阿弥陀佛，一直在念呢。那他绝对是那个小孩是再也不去看到那个佛教的东西都很厌烦的、厌倦的，怎么他就躲避那个东西呢？那些随着时代的变迁呢，科学的发展，我们真的是就是与时俱进了，这是很重要的。是。所以呢，去年我也就是跟宗喀仁波切做了一个采访，就是访谈嘛。然后仁波切说，我们佛教徒，就是他主要是我们那些西藏的喇嘛们，对17岁以下的孩子，准备是练，他说练，意思就是什么？那个教学的方法，佛教啊，
意思就是佛教怎么用佛教方式跟他们沟通，怎么去教，怎么去讲解解释，这个方法上用现代的这个他们能接受的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一个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了，但是我们都没有想也没有想过，对不对？但我也其实看到，比如说在悉尼的有一些火车的路边有一个清真寺，是吧？这个伊斯兰教的那个清真寺，而且那个清真寺的周边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专门那个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也是这个清真寺的门口专门他们觉得来清真寺的妈妈们的孩子就是要在那边要安顿好，不然的话呢，他们也可能没办法参与嘛。所以你看，连他们我们一般觉得呢，伊斯兰教是比较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风格，不一样的想法。其实他们也在西方社会，你看他们就那么开放的，自己的清真寺的周围专门是那个小朋友的一个玩，就是在那边这样一个安全的和又很快乐有趣的一个环境。我们的寺院的道场，你看有吗？没有，全部都没有。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就是都在就这样。在西藏在藏地的寺院，我觉得还有一些这种传承，就是教小孩子不是一些藏地的传统就传统嘛，不要。现在藏地的很多年轻人去那个叫什么，就是一些国家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学校里面毕业的，他们也是一样，将来我们怎么跟他们沟通，要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设定一个大的挑战。对，所以呢，其实我在 Zoom 里面讲课的时候，最近有一个藏人在 Zoom 里面，他的中文非常好，藏文非常好，他在汉地不知道在哪一个城市忘记了，他说他要听佛法课，他真的很认真在听。我发现他非常聪明，又是很有学问，但是他就是一个年轻人，应该20几岁的。所以呢，你看这种和一般传统说他们的思维学习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教育和真正的有说服力的一个做法的时候呢，你的爸爸这么做的，你也要这么做，这是行不通的，是吧？以前很简单，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就是有一些你是什么宗教，他们也不宗教都说不出来，有一些喜马拉雅人，你是什么教派更不知道，他会说我是欧玛红巴尊格尔巴马斯的红。意思就是我爸爸叫我念欧玛巴尊格尔巴马斯登，我就是念欧玛巴尊格尔巴马斯登，家族的这种一个遗传的一个信仰来看待，但是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佛法教育的，但还是愿意这样做，这可以有好处，但是未来不可能这样的。所以你看，不丹人已经虔诚到不得了，现在到欧洲最多的这个不丹海外最多的在欧洲，他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下一代。完全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这都是我们怎么样传承下去？对，怎么样传承下去，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是，很不容易的。对，所以这1、2年来，很多人都来劝我们，包括又再到我们家又来说服我。后来我觉得，哎呀，这种。所以我有一个方法，比如说我的方法是我上次邀请南根宁波仁波切不丹的非常好的一个宁玛的上师，好不容易他来了，哪怕是一个人愿意过来听，也是很好嘛。所以呢，我自己专门去走路，然后每个人的门口还发传单，有时候我有时间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时间地点上市需求，我就给了一个合法的，他们没有特色不能发，我就塞进去了。你知道吗？我是这样做的。哇！我塞进去了，那是他来了，他信不信他服也来不来他的事。我要传达的这个好的讯息就是我的责任。所以当年传教士能够从欧洲或者是走到我们云南最艰苦的那个怒江大峡谷，建起教堂。这样，我有一个台湾的一个神父朋友，我去他的家。教堂住了1个晚上，然后呢，我跟他聊天，然后呢，
第一天用他的方式祷告，第二天是用我的方式，我们好像东巴人民，当然不是在那个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喝东西啊，那些我说我不要，他还要有一个这个十字架的一个念珠一样的东西，我说这些我不要。但是我们这聊天非常愉快，他是美国人，他来台湾40年，中文很好，然后他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落地落地生根。落地生根。落地生根啊，发扬光大。然后有自己的教堂，还有他用那种传统的那个教堂玻璃上面不是有一个他们的一个激素嘛，还有玻璃，用这个做各种各样的东西义卖，帮助周围的部落的孩子们。他其实真的是还蛮开放的，他用这个做一个佛陀，要送给我，知道吗？做那个佛陀。释迦牟尼佛。哇，那很殊胜。我的一个书里面我也写到我跟他的这样一个一起那个交流的这个故事。但是泽中主康波也说过了，其实我们佛教徒呢，经常愿意去比较，这些上师们也经常去到的是什么有钱人的地方。但是我也客观分析过，其实我是很理解的。比如说现在像贝诺法王为什么要去有钱的国家？因为他要养1000多个喇嘛。哦。一个人要养活1000多个人，2000多个人，他们并不是生产任何东西来再回馈他，只是他们在那边文思修，明白吗？实际上讲的话呢，一个老板养员工，但是可是员工做产品做什么东西啊，老板有回馈啊。寺院里的喇嘛不是这样的经济上的回馈，这是上师的供养和功德主给的钱自己供，他知道。三大寺院印度藏人只有其实几万个，其实喇嘛也几乎有几万个，就是那样的很奇怪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不能说奇怪，这是从佛法角度来非常有意思的。而且他们是什么都一无所有的来到印度，手上可能100块钱都没有了。从那个时候，他们必须要有经济上的一个协助，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外面是要就是有拿到一定点的供养，然后用这个再去在印度、尼泊尔建造寺院、建造佛学院、闭关中心，对吧？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基本上是已经有基础了，对，一定的有自力更生了。现在我们应该要多去一点那个非洲所以呢，2019年，这是索达吉堪布，对，你知道对？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跟索达吉堪布其实有联络的，因为他本来要来澳洲，我跟堪布说我也要安排一下你的一些行程，堪布说非常好，没问题。堪布1月是至少拿到1个月的签证，知道吗？因为以前都是，所以他的打算是什么呢？非洲2个小时，2个星期，澳洲2个星期。结果他拿到的签证是14天。那堪布说，我澳洲的必须要取消，我只能去一个地方，那我要去非洲。你看，他们其实是有机会，就是他们这些真的非常有远见，他们非常需要，他觉得那边更需要。我有一个同一个上市的一个堪布叫堪布沙布，就是那个禅公寺的，他就是我们藏人里面现在最能跟非洲人有这个缘分的一个上师，他就是经常去非洲弘法，在非洲已经买了很大的一块地，然后要盖寺庙，他就是那边的一些小朋友带到尼泊尔，因为这个外国人的身份带的时候，费用啊各方面的就是开销也很大，那个就是，但是他自己呢就是一切的想一切方法，然后在那边的佛学院、闭关中心里面培养那些非洲的小孩。现在有些非洲小孩子边境说藏文、学佛法已经厉害了，知道吗？所以用这种方式在传，所以我们现在要很多的想法要改变的。所以我们一些在家居士啊，大家你们也是就 OK， 你们几个人一起聚一聚啊，做一做啊，放生啊，可以。但是同时，我们社会各个地方的有需要的就是都
对不同众生的这对种根基不同众生不一样，可对能你都要有不同的一个方法，接纳，对对圆融。是吧？圆融。我是觉得，就是说放生不是一个好事，但是我们是毕竟生活在一个人类的这个社会里面的，像特别是像美国这里很多的这个游民呢，像游民呢，很多游民嘛，那过年过节的或者是佛陀的佛诞日了，那是真的是可以去给他们布施这个饭，你做了一大堆饭来给他们节省，我觉得那是一个好事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宣扬佛法了，第二个是呢也实际上帮助到他们了。还有另外一个是 Christmas 了，是美国最大的节日。对，同时你也戴着那个 Christmas 的圣诞的帽子，但同时你说你是就是代表这个佛教徒，你是第一个尊重他们的文化，第二个是你同时我们也有这个爱心在嘛，做些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利的，我是觉得是给你如上去送。对对，现在也相融的是土地协会也是这样的，就是一个 market，让佛教徒在这边也是布施一些东西，然后大家来结缘，也是就是像师兄讲的，也开始对。对，所以其实呢，一些善巧的方便。其实我们只要有作为，所以就是一定有缘人。比如说，悉尼学佛法很难，对不对？就是洋人的环境，很多华人都是年轻人，一般看起来很难。我看到这个回来就是大家知道菩提协会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情况嘛。现在，那当年呢，应该是2018年、19年，那个一年他们有90多个报名参加课程的人，都是基本上都是20多岁、30岁的。所以因为他们有这种走向那种学校里面，然后有推广了才有人来学啊。那就这样的，所以我看到他们觉得哇，这真的是因为果然是我们说啊，年轻人不学佛，其实主要是我们的方法出问题，而且我们没有真正的认真的去做，没有认真的去想它的来龙去脉各个方面。所以如果你们只有固定的时间放个3句话，变成这样的话呢，一会儿慢慢变成你们几个妈妈或者几个人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聚会的一个模式，知道吗？真的很小，是吧？假设这样的，圈子。对，这个可以，但是这个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的时候，就永远是没办法跨没有越。。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那大就小朋友家就不理会了，年轻人不理会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出来就是戒备心很强。那也有一个传言呢，就是说，其实，在当下的国外是，华人之间的这种，欺骗也好，或者是问题也好，会很多，所以呢，大家的这种戒备心会很强。这个是我不太认同，虽然戒备心一定会有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是不管他们某些人对于你好像有没有这种态度，但是我们很认真、很光明正大的、很简单的一个态度，该做的时候，当然就是相信的就相信了，不相信的就永远就是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的，我们也不在乎，是不是这样？所以就有些时候，其实你是想帮他，或者是告诉他有这样的因果，或者是我们作为旁人看到的佛法当中的一些可以规避的，或者是可以给到他帮助的，但是别人他不会站在你对他帮助的一个角度，反而会很戒备你。那我就觉得真的是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和人。那你在做出这样的善举的时候，你就会内心就会受到伤害也好，或者是那个应该怎么说呢？一定的这种不舒服感。对，你就会放弃，或者你就会退，就说我自己在家拜我的佛，念我的经，表达我自己的这份心意就 OK 了。但是如果我要出去弘扬或者怎么样的话，会有很多顾虑，会有很多顾虑。对。就第一次你搞活动，他不会，他跟你混说，哎，我也是基督徒，我也是佛教徒，怎么的。第二次他也不会，等到很熟了，他就开始了，可能就有一些欺诈、欺骗的这种行为。当然我也听说，然后我也看过、接触过。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佛教徒，你对佛法有信心的话，实际上你发的这个心是一个善举，
我觉得可能有10个人，可能你已经有1个人他对这个佛教有兴趣的话，他会来问你，就是你哪怕你努力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往前走，做那么一点点的。然后你要也像刚才师傅讲的，你要有这种善巧的方便，比如你要去观察这个人，你不能一来说啊，对佛法怎么好，哎，那再观察，就像我们观察上师，哇，一看到一个活佛，哇，我好想这个皈依他，就一定要这种长期的观察，有这种智慧心去了解这个人，最后你觉得他是不是有这个根基？哎，最好再慢慢的我就可以有一些就是给他讲一些，对不对？还有你自己以身作则也会影响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善巧的方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你的发心，这个是一个。但是发心很重要，但是发心也不能解决一切，因为有些真的遇到诈骗，你的发心好，那就不等于是你的事情很圆满的。所以传统一个说法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无，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就是你现在我是经常这样，就是很简单的，我不是要踩来踩去的，我不想耍那个小聪明的，但是我知道有这个状况这个情况，我会有一个底线或者有一个线。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跟他可以说讲佛法没关系。有些人跟我说过了，其实是你的道场可能会有一些中共的间谍，知道吗？我这个说，我相信有，但是不仅是第一个，我没有深懂能力，我怎么能猜测谁是谁不是？所以说我的担心是暂时是多余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也没有任何有这个价值的一个东西在这里讲了做了，知道吗？他们有用的东西，那我就是不理会了。第三个呢，我自己那个方面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准备，或者这种我的一个讲法什么分寸，我也可以做。就这么一个简单来，就是自己就像你说的，就是今天遇到一点推广一些佛教的书，佛教你可以就是很善意的做。然后接着呢，你说要过度的 ，OK， 我是佛教徒，加你的微信，然后说，那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点钱呢？我遇到困难，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经济。这个是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他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啊，其实你觉得很烦，没有关系，这是不是大事情，而是真的是他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用佛法方式解答问题啊，对吧？就是这样的。你跟他交流到什么样的程度，完全是你可以自己主导的。对，掌控的，有自己主导，然后要掌控的。对。这个境界和这种智慧是一定要有。没有任何智慧，你觉得我是学佛，他学佛，其实是没有的。对。佛法好，但是人还是有，这要限度。对，有个限度。有一个限度，有范围。对，有范围，是吧？是。那看来我们还得任重道远。是要的，还得就是好好修。就是说你要修好你自己，才能度别人。还有就是像刚才康普讲的，就是我们要通过一些善巧的方便来宣扬佛法。比如说一个例子啊，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跳舞，我们经常在一起跳舞啊，然后他呢就睡不着觉，焦虑，就一点一点事他就睡不着觉，他就会晚上睡觉后他在思考，他睡不着觉。哎呀，他说阿丹，我想来请教一下，因为你不是佛教徒，我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呀？那可能我就来我们俩来练习。我没说打坐，我说我们冥想。对，你说错了，你说应该先找西藏男朋友。西藏男朋友。对的。对，我说他不要练瑜伽嘛，我就带他们练瑜伽，练完以后。好，就开始我们就练冥想吧，对不对？我们就也不是说我非要盘腿，我要怎么要双盘坐，我说这个东西都不在意这个形式上你的身体怎么样，要像四常八定的这种7个要素怎么样，就是你跟他说这么多，他们是不会去就是才来学习的。那我们就说放松吧，我们就来练一个冥想。我说你就把你的这个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对不对？你就跟随它，你的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去感受它，
跟他相融，你就这样静静的待着，哪怕你坐在凳子上，只要你的身体是正的，你不一定说我不能打双旁，我不能这个什么什么，我说不用，你只要坐在凳子上，你的脊柱是正的，你都可以在哪里你都可以练习。然后他就说，我这个腿怎么就膝盖不好？我说你就坐在凳子上，你就这样，你就观察你的呼吸，一吸一呼一吸。其实，在这种一吸一呼的这种过程中，哎，他慢慢就放松了。哎，他说我怎么在你们家就想睡觉了呢？后来就这种机缘，哎，他就开始对这个，因为对他睡眠有帮助了。对。他说：“哎，我今天睡得特别好。”对啊，就是他第二天就开始，对，他就说，哎，我要在是跟你学习，你有时间吗？他说他在哪的，我就那天花了1个半小时，我就用视频，就是我觉得哪怕是一个众生，只要佛法对他是有益的。我就拍成视频，我也不会拍，我就弄个小机器在那架着。我说你要怎么样，然后他就开始练，他就一直坚持一心这样心。那你已经做到了。然后他就开始说，哎，好像你在那个就是学因为我们佛学院有一些基础的那个书嘛，他在我的那个佛堂看见，他说能不能借我看一下？他说我就很喜欢跟你待在一起。我说你拿去看吧。哎，他就。开始就接触到佛法了，他现在也是在看这些，就是一些基本的这些教育的一些书，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会通过这种的一些方法，然后还有比如说他们有些喜欢跳舞的，可能我们会通过舞蹈，就舞蹈也是一种流动的长修，可能一些长舞，我们可能有一些要有乐趣，对佛菩萨的一些手印或者有一些音乐。让他在这种音乐里面，把你的心放在这个音乐上，这个舞蹈上，它也是一种长修。就通过这种，比如说我们的喝茶，就这种方式，慢慢的也是有问题，因为推广问题。但是有时候你又没办法进一步做，然后又放在这个里面，尤其是就是华人这方面，就是比藏人和喜马拉雅人真的复杂很多。我现在跟你要当面说啊，你们可以打我骂我。师傅是这样，是这样。你们是多数，我们是少数。对，我们来到这里，真的是复杂很多。因为什么呢？你们做出来，慢慢，哦，这个可以创意，这个我可以做，马上想到生意一起，马上怎么去创业，知道吗？确实也厉害嘛，也厉害的部分的释经法的这个部分做生意一起很多，肯定比藏人厉害很多。所以就是藏人没有那种那么有钱，也是有这个原因。但是藏人呢，不但是年上就年上，做比较想的比较单纯。华人呢，可以用这个方法，用着就变成非常容易变成一种赚钱的手段，他们有或者就是有点别扭的那种啊，偏离了这种有点偏走啊，容易。我不是说全部人啊，有这个风险在，所以呢。一定要一个真的是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要一个上师实修体系的一个框架里面，自己比较很站稳的情况下，你知道在做什么，那种就没有问题的啊。比如说宗师仁波切，我自己是非常这个信有些这个那样的，因为仁波切我也是他的学生。但是仁波切有时候他表面上看起来做法非常活泼，非常那种开放，甚至呢有些那种传统的可能没办法接受的。那他是一个大上师，他自己戴一个假发，还擦一个口红，然后出现在街头上面，一般人能接受吗？他是这样的。但是他一进到门里面修那个大法会，修一个主勤法。众生风母法会视听这样的话呢，他从头到尾非常严谨，非常系统，知道吗？啊，完全是这两个的实际的这个分寸他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他很故意的，就像上次有几次呢，就是1000多个人在那边传大圆满。整个11天2天的过程当中，有些上师呢就是不在意他们拍不拍照啊，录不录像，仁波切拍照录像通通都禁止，你就是听大圆满法不需要。但是今天结束了，明天晚上一起大家跳舞唱歌狂欢，整个画面全部都是好像在一个 bar 一样的这状态，知道吗？干嘛这个？因为呢，虽然是他们9天的疲倦和认真在那边，但是最后的那个形式又拉近的距离，年轻人也好，来的人
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他这是很有方法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方法的背后，他有很完整的传统教育，就像德国法王啊，他们带领的这个本身的他自己的这个系统和教育很扎根，所以他的方法这么用都不会动摇他的根。华人的大家有些弟子呢，没有这个文化和根在里面，所以他也有社会教育的很多的思想和想法和但是佛法的这个教育还没有扎根。然后呢，他马上用自己的知识来，然后你讲懂得简单的东西来，就是马上要说什么做什么变成怎么样。然后这个呢，至少最好非常容易变成不是你，不是他在用你，就变成不是你在用他，而是他在用你了，对，他在用，知道吗？啊，就是这个风险在，就像你刚刚说，你现在弘扬了，就是弘扬这两个字，藏人一般的一个句式，做再大的供养，再大的努力，不会用到弘扬两个字，知道吗？我在弘扬佛法，那这个是太大了。上师也不会说是我在弘扬佛法，知道吗？这是一种用词方面的这种，我们有时候是很精准的，有一些要求的。因为我们也不能说，你不能用弘扬这个字，也要我们说我们要利益众生，也是这种用法。都是我们藏人是，你慢慢我们真正懂了佛法，我们不会说我在利益众生，可以说是我帮助一些人，我帮助众生，我经常做佛法，我就是要传播，我们有这个传播佛法方面，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呐。但是不是说是我是弘扬佛法，我是利益众生。类似这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这个中间有一些呢，还是很容易产生误解的。是。有没有这个问题？是，师父讲的是有这个问题。Namo Dharmaya